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新光三越百货公司的爆炸案，目前怀疑是亚速来爆炸，但是消防伫第一时间到引发着爆炸的12楼来调查，拢无发现有火烧的痕迹。有专家讲，无排除是爆炸的瞬间，这个漏出来的亚速完全总烧掉了。到底是不是因为亚速完全烧掉引发的大爆炸？消防局是继续咧追查。 新光三越的爆炸案意外发生的第一时间，空袭机用热显像仪来勘查，翕到的现场温度伫咧19到20之间，较悬温的颠倒是救灾消防员的体温。传出爆炸的瞬间无火光嘛无烧的痕迹，无排除是爆炸的瞬间，漏的亚速拢互烧了了所造成。爆炸当下可能会有一点点，对，但是可能1、2秒完后之后，它的那个明火就结束了。 做实验，假使完全烧起的瞬间，火会使讲是轰一个就烧了。若完全烧起，现场会产生二氧化碳。若是检测到二氧化碳的浓度真悬，就会当证实。不过爆炸的瞬间，外墙风冲破空气管入来，可能就会检测袂准。若外团现场无烧的痕迹，不过工人烧烫伤，现场的物件拢有乌气的情形来看，爆炸的当时温度应该有600到700度。消防局判断应该现场 也是有导火，民众啊，他是有灼伤的一个情形，所以可见他当时是还是有火的。消防专家指出，亚速爆炸，亚速伫咧空气中的浓度就要5%到15%之间。若是伤低是无法度烧，伤悬无散数嘛是无啥会爆炸。就算物件无互烧起，嘛是同款的漏烧的分裂。为什么会把一墙炸开？就代表它的 这个威力还有所有的燃烧范围是这么大，威力是这么大，跟我们瓦斯那个漏出来是不一样。它一定会在没有被烧掉的物品上面留下燃烧的痕迹。一般爆炸因为毋是伫咧完全密的空间，爆炸了后火会继续烧。不过完全烧起的爆炸，伫咧爆炸的瞬间，空气烧了，火嘛得咧化气，袂阁继续烧。到底敢是亚速完全烧起来引发着爆炸？因为灾害范围太大，消防局也阁继续伫咧现场做调查，要查清楚事发的真正原因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